阿生返工嗰度咗有間銀行，佢貪方便就係嗰度間開咗個戶口。嗰日佢去銀行問啲職員點開戶口，又咪小姐幫佢一填妥啲資料，個人姓名、通訊地址啦、公司名稱同埋地址啦，仲要寫埋電話號碼，又攞咗佢嘅身份證去飲銀之後，阿生就行埋櫃台辦理手續。其實手續好簡單啫，夠拎兩個字就攞到本身簿仔。而家阿生有3本唔同銀行嘅簿仔，一張貸款卡，存錢攞錢都好方便。